后来选前最后的冲刺，各候选人是拼尽全力。高雄市的部分，有一人一透早就到菜市仔拜票，有人是车队扫街，嘛有人来发送着春联，阁有人拍主菜的影片，轻轻松松哪食饭哪来揪政党票。接下来我们把排骨全部放到锅子里面，煎到四面都有一点点变色。 示范因查某囝爱食便当菜，见到妈妈王南琪用这出高升排骨，让大家知影台菜精髓。接下来我们要放最重要的高升排骨的酱料，1、2、3、4、5。猪小排、青菜配料，这2、3、4、5步就完成啊！重点是唔拿家己煮菜尔，嘛得邮票。政党票我们要记得投5号台湾基进党，让基进党可以过5%。 在高雄各政党候选人最后一天拢用尽全力，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赵天麟透早到国民市场发春联，鞠躬握手，把每一个拜票仪位。左南区立委候选人刘世芳伫路口握手拜托选民热情回应，会真感动。 国党的人才进出，大咖人气王接力的辅选前总统马英九，连续几个天拢走透透，被国民党候选人李雅静、陈美雅扫街，选战的关键时刻，拥有着任何一票拢真重要。